好啦，試下再錄多次呢條片。我已經試過錄呢段好多次，至少我有好多片段可以佢哋做參考。但我真係想講清楚一樣嘢，咁樣得唔得啊？某程度上，場仗其實已經打贏咗，視乎你點睇啦。第三次世界大戰，世界末日其實已經發生咗。呢場仗唔係用刀劍、槍械或者核武打嘅，呢場仗係用安逸咁打嘅。而安逸，朋友們，係一把雙刃劍，佢就好似一塊布幕，幫佢虛假信念嘅系統，例如民主同資本主義繼續存在落去。呢啲系統係靠新聞入邊對戰爭嘅恐懼嚟維持嘅。你睇一睇啦，呢個系統唔係好勁咩？我覺得如果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核武，可能真係可以達到世界和平。如果巴勒斯坦有核武，佢今日仲會唔會係咁嘅處境？定係如果佢有核武，反而可以令大家坐低傾，搵個和平解決方法？真相已經直頭掟佢喺你面前，朋友，你哋緊緊睇住安逸，好似睇住口肉咁，成個人都包住喺口肉入邊。佢哋甚至唔使真係攞走你哋嘅，只係威脅話會攞走，都已經可以控制到你。咁樣已經夠傷害你，咁樣已經夠令你乖乖聽話。但如果你夠膽踏上呢段旅程，最後你剩翻啲就只係你自己嘅靈魂，而你嗰個靈魂就係真理本身。我唔係支持，亦都唔係反對特朗普，明唔明？但我要話俾你聽一樣嘢，你投票俾特朗普係為咗追求幻覺，結果卻得到咗真相。咁絕不意味住我投唔起特朗普，好冇？但呢句說話本身就係絕對真理。佢投票支持咗一種幻覺。我想你原本希望睇到嘅係幻象，但你卻睇到咗真相。情況同過去唔一樣啦。嗰時候你投票選擇咗一個幻象，而你得到嘅亦確實係一個幻象，即係話幕布拉開咗。而我之所以話自己唔係支持，亦唔係反對特朗普，老實講，係因為根據我自己嘅人生經歷，我哋足夠嘅資料去作出呢種判斷。我出咗條片講呢件事真正嘅非法之處係邊度？喺嗰條片入邊，我講得好清楚，一個人要體驗正義，要麼就係親眼見到，要麼就係靠信念。因為我兩樣都冇親身經歷過，因為喺我覺醒喺過去12個月入邊，根據我自己嘅睇法，我只係見證佢哋正義。我而家已經喺任何信念系統會令我覺得事情會係咁樣發生，即係話雖然世界發生咁多嘅，社交媒體又見到咁多無聊嘅，我都要靠信念去相信其中一啲嘅係真，係咪先？我仲要確保呢啲唔止係一種洗腦，係咪？即使我願意接受呢啲嘅，可能任何一個咁經歷過我哋嘅旅程嘅人都會接受，但係我都未有齊所有線索，係咪？以我嚟講，呢幾年我都唔知幾多年比特幣，唔止比特幣，因為我有個冷錢包，係咪？我有個冷錢包，佢就可以將我哋能量由美元轉去一個完全由我自己控制嘅主權科技，咁樣就令到我唔再俾人用美元嘅對付我，唔會再有人喺我面前搞到嘅資產崩潰，亦都唔會再將我排除喺我自己嘅可能性範圍之外。而且呢，咁樣令我可以睇翻自己嘅力量，用嗰啲能量去將可能性嘅空間變成實體，而且我人生第一次，佢實體真係為我服務。你對數碼身份覺得唔舒服？睇下啦，事情就係咁。我之前嘅另一條片都講過，其實你嘅數碼身份就係你部手機。有幾多位會用指紋解鎖手機？佢唔係生物識別咩？其實做銀行手續都唔可以唔用手機，因為你要收 SMS 通知，多重認證要靠 Gmail 同你本地電信商。你覺得而家喺個數碼身份會唔會真係對自由有咩損失？即係其實人哋早就已經有你資料啦，人哋係綁住你雙手叫你去打仗嘅。我真係同你講，所以如果你因為佢哋想同你講，其實你哋失去過啲咩？而家呢一刻你都仲係一樣嘅自由，你真係冇失去過啲咩？我覺得聖經講得好清楚，其實我哋全部都係奴隸。舊年我失去咗我2個仔，我哋靚仔，知唔知？係啊，因為一單法律事件，根據件事發生嘅方式，而我自己好小心去留意嘅模式同埋巧合，我哋得出呢件事係唔合法嘅，明唔明？
呢個只係佢呢件事嘅一個角度啫。但係另一方面，我都見到魔鬼嘅偷、殺同埋毀滅。但同時我明白到，有時神都會容許某啲事發生，係想我哋學到啲咩，或者俾我哋上一課。你哋全部都係一出世就係公民，係咪？即係你知啦，我失咗同自己仔女相處嘅機會。雖然我會因為咁而感同埋傷心，作為一個人，我絕對有權覺得呢件事對我好唔公平，係咪先？但同時，我都要明白同接受呢啲小朋友都係公民，因為佢哋係公民，無論點都好，其實佢哋唔係屬於我嘅。但係喺我心入邊，佢哋永遠都係我哋仔女。聖經講嘅唔止係奴隸制咁簡單，同時佢又話要俾凱撒嘅就俾翻凱撒。成件事就係講緊呢樣嘢，即係點解你做一件事，呢個原因其實重要唔重要？而呢個原因其實係同成個大局有關，係同呢個遊戲有關，即係話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以身作則，因為做多過呢啲嘢就係戰爭，做多過呢啲嘢就係控制，而長久嘅關係先係我哋成班人嘅主題。呢啲關係喺冇和平之中建立嘅，咁你應該點做呢？用你自己做榜樣，用邀請去生活，用一個溫暖嘅方式去邀請人。只要你自己成為一啲光就得，再進一步親身見證，證明呢一切其實好耐之前已經發生咗。我嘅意思就係睇睇我創作嘅內容，佢從雲端降臨，雲計算，